密宗殊勝超度法會之業力平衡。國者預先消業，迷者受苦，方修的修行核心要義。業力之本質，即是生命能量的失衡，未盡之緣、難釋之怨、未償之心債，皆會在能量層面形成偏邪與滯塞，此即是業力流轉之根由。而業力的圓滿平衡，乃是修行者終須抵達的解脫境界。當一個人於一切維度、過往今生的時空因緣中，無有虧欠、無有執纏，與一切眾生緣債兩清，便可得大自在，究竟解脫。正如釋迦牟尼佛於娑婆世界因果網中，業力全然清淨平衡，故而能安然入於涅槃，永離六道輪迴之束縛。現世間諸多眾生皆全顛倒認知，總須等到苦痛加身、災禍降臨，乃至命終之際，才被逼直面自身業力，妄圖補救。這便是迷者之困境，果報現前，苦不堪言時，才倉皇尋覓解困之法，已然落入被動。反觀覺悟之人，卻能於因地之上未雨綢繆，提前修持，在密宗無上法教之中，超度法會正是主動平衡業力、提前轉化罪障的殊勝方便法門。此法絕非僅度化亡者亡靈，更是為現世眾生搭建清淨的修行場域，借助三寶加持、法會功德力，主動清理、轉化累世累劫之業力，防患於未然。超度法會對現世眾生的殊勝功德利益：一、化解冤親債主違緣干擾。現世諸多身心病痛、行事阻滯、厄運纏身、人際不順，多源於往昔因果中結下的冤仇債業。透過超度法會，以虔誠心、慈悲心，將佛法功德回向給累世冤親債主，歷代宗親，可令其得佛法加持，化解親恨執念，脫離苦楚，進而消除對現世眾生的違緣干擾，令身心安穩，諸事順遂。二、淨化自身累世業障，提前消解惡業果報。參與發心承辦超度法會，是主動發起的業力淨化之舉，如同陳年債務尚未爆發釀成大禍之前，主動清償化解，避免業力不斷積累，成熟為未來深重苦果，從根源上阻斷災禍降臨。三、廣積福德資糧，圓滿修行順緣。超度之法核心是慈悲利他，本就是至善之業。以此善舉，既能平衡過往惡因，又能積累深厚福田，消減修行與生活中的諸多障礙，令身心安泰，道心穩固，諸事順意。四、喚醒因果敬畏之心，激發修行緊迫感。親淺參與超度儀式，能直觀體悟業力不失、因果不爽的真理，從而放下僥倖，不再逃避因果，於日常起心動念、言行舉止中保持正念覺知，斷除惡念惡行，不再造作新業，穩步走向解脫。覺者與迷者的修行之別：迷者心含無明，為受苦報之時才尋求解法，將消業還債當作災後應急；更有甚者，命終之時業力深重，神識昏昧，不由自主隨業流轉，再度沉淪六道輪迴，永無出期。覺者以正念為行，將日日歲歲皆作修行道場，依託誦經、持咒、火功、超度、功德回向等密宗殊勝修法，持續淨化業力，平衡因緣。於平安康健之時，便提前轉化未來即將成熟的業種；於順境之中，不忘初心，廣積福德，常懷慈悲，始終走在清淨修行之路，回歸最初之核心法理。業力即能量失衡，平衡即解脫根基。而密宗超度法會及各類殊勝修持，正是依託佛力、法力、心力、願力，發菩提心，幫助眾生從能量層面主動調節，提前清淨業力，圓滿因緣平衡的無上捷徑。我們不必等到人生困頓、苦不堪言之時，才妄圖彌補業債，於每一個當下懷慈悲心修行，持利他心回向，便能逐步減輕業力重擔，淨化身心執念，最終走向解脫自在、輕盈無礙的圓滿境界。此正應佛法治理，菩薩為因，凡夫為果。覺悟之人於因地精進修持，斷惡修善；迷惑之人於果報承受苦難，困頓難脫。而密宗超度法會，正是指引眾生於因地淨化業力，於能量層面圓滿平衡的智慧之道，是冥陽兩利、自利利他的殊勝法門。